我哋唔好話我港英餘孽喎，殖民地統治期間咧，香港唔會開口埋口就係話 I rule you according to law, you must do things according to law。當好有信心地同人講話你要依法，係咪你好有信心個法律一定係歸你邊嘅咧？係咪有呢個咁樣嘅潛台詞咧？如果有人用法律嚟到帶我哋，講得唔好聽啲，我哋就要所謂企硬。你們眼中唔違反法律就是法治呢一種嘅概念，不是我們恒久以嚟所認知嘅法治概念。OK， 咁邊個大啲呢？我覺得我哋大啲。點解呢？香港嘅法治係行之已久，係有效嘅。OK。除咗政府不斷強調依法守法，石永泰仲留意到一個現象：違法嘅行為嘅違法佔領事件，呢啲違法行為。任何嘢就係話依法佔中，就好似將佢打咗入18層地獄，可以話將裏邊嘅訴求完全唔理咁樣啦。佔領行動佢係有牽涉到違法嘅地方，同佢背後所爭取嘅嘢係有道理定係冇道理係兩樣嘢嚟㗎嘛。唔可以因為你用咗非法嘅手段或者違法嘅手段去爭取一樣嘢，咁我就話得啦。由於你違法爭取，所以我就將你爭取嗰樣嘢咧醜化咗佢。冇錯，佔領運動後期中期到後期係有好多參加者佢哋嘅言行係令人哋好擔心嘅，但係禁制令出咗警方成功地去清場，卒之大家都係能夠以即係和平理性嘅手法嚟到告終。香港起碼我講過，冇一啲喺街上面一言不合就打死你呢啲咁嘅事件。冇話車傷咗個細路女係咪都要賠㗎啦？不如碌多佢兩下，碌死佢賠少啲啊！呢事情香港唔會發生嘅，所以我係唔贊成有人講話香港嘅年青人不尊重法治，所以就有違法佔中嘅問題出現。我唔同意，一點兒也不同意。